好多人個口咧睇唔上護工，但係現實你對護工嘅誤解就係你一世都賺唔到錢嘅真正原因。聽落好諷刺啊！我就係要講諷刺嘅說話。你話護工係服侍人，冇前途、冇技術、低門檻，結果咧大灣區老齡化、醫療互通、上門護理爆發，呢啲全部都係啲機會。你永遠覺得人哋做呢份工賺呢啲錢好輕鬆，只要你真正照顧過病人咧，你就會知道唔係咁簡單。護理咧唔係淨係靠體力，係靠責任。責任等於價值，價值亦都等於價錢。你嫌貴咩？因為你唔識咯。以前咧你覺得擺地攤咧好丟架，而家咧一日咧可以賺成1000蚊。以前咧你覺得做老人陪護啦冇未來，而家咧崗位爆滿啊，月薪翻倍。所以咧被普通人輕視嘅行業，最後都會加價，因為全部都係剛需，護工都係。你以為自己高大上，但係真正搶唔到嘅，啱啱就係你睇唔起嘅護工，呢個就係反差。因為未來最穩嘅行業永遠唔係面子，而係需求，而最賺錢嘅機會咧，永遠係你最睇唔起嘅地方。越早睇得懂啦，你就越早賺錢啦。